關新豐廟廟埕雄雄出現一名男子，先是破壞五營將軍的靈牌，甲內底農家亂吵吵，閣行到廟門頭前，手提大機香拍天公爐，連邊仔龍頭拐嘛無放過，專警有龍頭的所在出開，拍忝嘛也閣坐咧休困，最後閣用手甲烏靈旗壓斷才離開，行為相當的悍。第一次看到破壞的這樣子，一般是沒有得罪什麼人，可是可能就是喝醉酒，或者是有一些壞習慣的，然後導致他們會做這種動作。代誌發生在咧7號暗暝，相關的犯案過程攏互門口監視器翕下，廟方估計損失大約5000塊。隔工發現了後，馬上報警，警方嘛馬上鎖定疑似有身心障礙疾病的57歲柯姓男子涉案，專案依法上班。毀損罪嫌送辦。本分局對於任何破壞宗教信仰及公共秩序之行為絕不容許，均將迅速就辦，以維護轄區治安。關新豐廟已經有300多棟歷史，是地方重要的信用中心。過去攏無發生過類似事件。紅牌龍頭拐至少有50棟歷史，代表着地位、權力象徵，是帝王寺的法器。烏靈旗是新豐爺佇陽間執法的重要法器，常常用佇咧夜巡、驅煞，象徵陰間司法甲軍令，攏有高度宗教甲文化價值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